第178篇，為主而活。羅馬書14章7至8節，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，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。我們若活着，是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們或活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乜嘢係為主而活呢？乜嘢係為主而死呢？為主而活，就係喺生活當中為主作見證，使人因着我哋認識基督，歸向基督，成為主嘅門徒。至於為主而死，其實亦都係為主而活嘅延伸意義。凡係嗰啲唔能夠榮耀主或者羞辱主、敵擋主嘅事物，我哋都因着要榮耀主嘅緣故，將佢哋看作已死。換句話講，心中只有為主而活，其餘都為主而死。當然，為主而死亦都包括殉道嘅意義。若因為見證主而被拉去受審、受刑罰，甚至死亡，呢個亦都係為主而死。雖然痛苦，卻係與主同心同死。歷史上有好多殉道者，佢哋都係信心嘅偉人。今日嘅經文講，我們若活着，是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為主而死。所以我們或活或死，總是主的人。重點喺最後一句，總是主的人。呢個表示我哋喺信仰上與基督同心。相反，若只係掛名基督徒，口頭上承認，卻冇主嘅樣式，咁就唔係為主而活啦。咁樣點樣先算係為主而活呢？我哋唔單止要喺言語上承認自己係主嘅門徒，更要喺生活當中流露基督嘅榜樣，講真話，行公義，拒絕與世界同流合污。喺末世嘅日子，人心越加偏向撒旦，行為敵擋基督。喺咁樣嘅環境當中，作為神嘅兒女，我哋要祈求主賜下智慧同愛心，讓我哋能夠感動更多人明白真道，歸向基督。呢個就係為主而活。